一年一摆的日本旅游搁来啊！这摆阮来到日本的福冈，才有真侪好食的物件。这集Lisa就是要来介绍食的物件，咱继续甲看落去。这间是食稳面的，伊的面是凉的，稳酱是烧的。食落去的时阵，凉烧啊凉烧，足好食的。这稳酱有油仔的香味，而且面足 Q 的哦。面食了，若想要啉汤，会当家己加边仔的白滚水，加稳酱透饱哦。这间是伫天神的本店，伊伫福冈，阁有另外2间，拢是伫百货公司内底。听讲排队拢爱排足久的，虽然这间嘛爱排，毋过速度介先介紧，人嘛无遐济个款。这间 M Donuts 伫日本是足红的，甚至会当伫一寡日剧内底看到伊的出现，所以定定拢爱排队排足久的。阮即摆介幸运，毋知影为虾米基本上无排着队。内底有足侪无共口味的甜苦棒，伊这甜苦棒真正好食，真软，阁袂讲介甜，食了真满足。阮即摆来这间店食淮山年火锅，入来每一个人上少拢一定爱点一杯饮料。这间基本上无外国人来，拢是在地人。一入来，店员就甲你的外套收起掉，刷落来就摕小的手巾，互你拭手，完全是高级餐厅的服务。阮即摆是点淮山年火锅套餐，开胃菜是白鱼顶悬有煎金针菇，迄白鱼阮下骹的酱就已经真好食。加上煎金针菇，规个口感拢增加，真正足好食的。甲大家讲哦，来这间店只要负责食就好啊。你的火锅店员会伫你的面头前帮你煮。伊这火锅是柴鱼控布汤头，伊煮滚的时阵超香的。店员会帮你甲菜、肉拢放落去煮，最后用淮山泥甲全部盖起来。煮好了后，店员会帮你底好，放伫你的面头前，只差无饲你食尔。天气寒的时阵，啉一碗这真正足幸福的，而且淮山够味哦，真正是好食佮健康啦。火锅全部食了以后，店员会来帮你加饭煮糜，互你食。最后食了，阁会互你一杯烧茶。另外，这是店员会去小单来帮你介绍，毋是像大部分的餐厅是爱家己去柜台介绍的哦。我是感觉这间餐厅服务好，阁好食，大家真正会当来试看卖的。毋过爱记得先定位哦。我感觉这唯一的缺点就是入来甲出去的时阵，拢爱爬楼梯起哩阁落来，所以脚无啥好的人爱考虑一下。亲像阮阿母爬就有淡薄仔食力啦。这间阮是看到真侪人推荐，讲偌好食拄偌好食，所以想讲来试看卖，结果有淡薄仔失望。先讲哦，大家人的口味无共，可能有人感觉足好食的，阮是感觉无好食，甲需要特别去食。伊就是这明太子饭看起来澎湃，翕相好看尔。阮感觉啦。伊的饭无算好食，卵阮是感觉煮了收涩去啊，打薄。伊这颠倒是花卉套餐甲汤泡饭比较起来较好食。我是感觉大家若是到福冈有真侪物件想要食，这间无一定爱排第一顺位，放后补就好啊。顺续甲大家教一个，明太子的台语叫做明太子。毋是明太子哦，明太子听起来敢若明朝的太子咧。所以毋是明太子，是甲乌鱼子同款是子哦。
明太子。这间乐富富的明太子芳是来福冈一定爱食的物件。这摆拄啊好住伫这边仔的饭店，无来加买几摆啊，哪会对得起家己咧？伊的芳真正足酥、足脆、足香的，好食到最后一天，搁走去买2条转来台湾。这间达科美卡是阮找到的另外一间芳店，嘛是足侪人排队的。阮下早仔7点半到的。已经有真侪人在排队啊！阮为排队到买了，差不多用30分钟，大家会当家己斟酌一下。伊的芳嘛算袂歹食，入入去就看到店员在制作，真正芳甲，就想要大家拢甲咬一下。毋过明太子芳我也是感觉富富较好食。这间我真正足无想要介绍的，这是阮无意中来发现的。真正好食甲会搭子，我惊我介绍落去，后摆我去就爱排队啊。阮有点一份这沙西米综合套餐，看起来足澎湃，对无？咱来看另外一份水饺，除了有沙西米冻以外，阁有真侪配菜。恁看这2块明太子，这大地着啦！真正足澎湃的，我必须爱讲，伊迄块汤番薯真正足好食的。在咱饭来的时阵，阮发现几落道拢在食布林，看起来介成袂歹食的款。阮看菜单发现一份660，头前10个点的只要110尔，才俗着赶紧点一个等食饱来食看卖。结果真正有够好食的啦，袂伤甜，汤乌甚至有淡薄仔苦甜啊苦甜，真后悔敢若点1份尔。莫兹那贝是来到福冈一定爱食的物件。7年前来的时阵有食过一摆，无讲介好食，这边特别找另外一间来试看卖。伊莫兹那贝有4种口味，阮点的是米素的。我真正爱讲，这间真正袂歹，汤头袂死咸嘛袂收油，迄汤真正是好啉的，牛肠嘛袂定定润润，而且袂臭臭哦。这内底有菜有豆腐，一鼎足大鼎的。伊这间有一点我感觉袂歹的，就是伊无强制讲你莫兹那边一定爱叫人数份的。我感觉安尼袂歹，袂食甲长死。亲像阮4个人就叫3人份的，最后搁加一碗面做收尾。安尼拄啊好，虽然毋免叫人数份的莫兹那边，毋过才一入来就先有一笔座位费。伊会互你小菜，这嘛袂歹食哦，鱼肉足软的。另外阁有一点，这每一个人入来上少拢一定爱点1杯饮料哦。这除了莫兹那边好食以外，阮感觉伊的志鸡翅嘛袂歹，会当讲是足好食的，肉足软，而且皮足酥的，有够好食的啦。拜托大家，若是有来，一定爱点这个。另外，伊遮阁有马仔肉，嘛是袂歹食啦，甲沙西米差不多，并无啥物特别也是奇怪的味。好，以上就是即摆的福冈美食介绍。大家有想要去倒一间无？会当留话甲我分享哦。我是 Lisa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